新竹母语囡仔区一个团体用台语绘本来讲故事，要教囡仔讲台语，而且因打造游戏的环境，内底有各种的材料，透过互囡仔用摸的、用看的、用听的等等的方式来刺激囡仔对物件的观察，希望会当发挥创意，或者囡仔会当用新式的方式来学台语。囡仔手提工具对音乐声拿摇。困去啊！伫遐大兄，伊伫我走厝去好，都安尼困去啊。柯老师利用台语讲三只猪仔的故事，互囡仔听。出来，囡仔就透过现场各种的材料，甲家己箱仔测试。家长讲，利用这款的方式来互囡仔学台语，效果袂歹。因为讲较趣味啊，然后你学的时阵吼，会学搁较紧啊。互囡仔加了解讲咱台语在咱生活中的重要，啊，互因搁教囡仔加减佚佗安尼。新竹母语囡仔区利用水彩、土、水、沙以及佚佗物仔做材料，打造出各种不同的游戏，来刺激囡仔的五感。五感就是囡仔会使用伊的目睭、鼻仔、耳仔、手，也是喙，也是骹去感受。啊，亲像阮遐有准备意大利面、黏色，啊，囡仔可能平常时食意大利面是用喙去食，毋过无用手去耍，摸迄个感觉软软 Q 的感觉。主办单位讲，活动无任何限制，开放式的算法就是要让囡仔发挥创意，享受黑白算的趣味，也透过体验对过程中哪算哪学台语。记者杜君豪，新竹报道。